各位乡亲，大家好！希望大家按一年、按用心来共同研究客家白话语文嘅研究啊嘅提出些每些为共有一个十篇文章。今日嘅主题係客家私人語同華語互相翻譯嘅一個部分。第五，將課文141語對照錄音，第95篇，提供各位鄉親大家共下來研究客家白話文。同時，第六講啊，一個當前嗰導演啊，都係講啊，會講唔會寫嚇。同時，華語變成一個華語變成客家私人也係去了等方面呢，都有困難嘅素材啊，即係可以講啊，非常嘅重要。大家嗱係了解一個有兩種語言，甚至3種語言嘅互相嘅翻譯，我相信客家文化無圖對社會嘅做人做事做生意等方面啊，都有動態嘅幫忙哦。所以翻譯也非常嘅重要。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將來提供嘅資料呢，一詳細來看看啦。同時聽阿廖伯老太沙所提供嘅語音，可能對照讀本大家來聽嚇。同時可以記得一般嚟講，一個錄音之中啊，有一個注意嘅部分，所以各位鄉親大家共同來研究一個客家白話語文。不同嘅族群就有不同嘅語言語文使用法，都得一樣嘅用啊。後來我哋嚟講第13部分，客語同華語嘅互相翻譯的真理嚇，一個或者一個客家話嘅傾語，一個四海太平安嘅5種啊。但是因為選一個客家私人語嚟做一個研究同發展咯，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講啊，本人所按照我哋5種華語喺度裡，讓嘅將那個白話文讓嘅講，讓嘅寫嘅文章呢，係來講本嚟做啲研究啊嚇。後來我哋嚟看第13嘅部分，第13部分。關於講亂七八糟，就講啊胡詞馬家喎，嘛胡詞馬家嘅搞啊，要用搞嗬，鬧加加係一個搞，用一個搞，好多話真過來嘅嚇。另外一個講法呢，亂七八糟，有人嚟講啊，我爸爸嚇，我爸爸。好，再看第3呢，一個糟糕是乜嘅意思呢？就是講啊，我爸，佢簡單解釋為我爸啊嚇。第4，佢講成全結對，上權絕對啊，一個客家話用話講咯，亞講大茶，啲翻譯方面都亞講大茶呢。第5呢，一個關於市場用途嘅嚇，不單而且嚇。不單而且但是客家話用嚟講咯，唔單止係要答用嘅嚇，唔單止要答啊呢。第6，嘅反而冇得切推切的切啊，反而也有乜嘅意思呢？客家話這個翻譯成顛倒，冇得個顛倒頭啊，顛倒用嘅啊，我哋行東片而顛倒是行西片啦，反而反過來改變嘅方向啊，就反而。第7，運氣差就是衰小，客家話簡單講衰小啊。第8，小呢是衰運、衰弱，嘅兩隻詞啊冇相同哦。衰落啊，我哋嘅衰呢，衰啊，就講運氣方面。弱呢，是指身體肉體嘅方面。所以客家話同華語也有到不同嘅素材。第9呢，詞
其他嘅客家話就講土色咧，土色咧啊，一個用一種咧咯，因為是有 T 嘅音，拿的後邊嚟變成了嘅音，土色咧，土色咧啊，其實咧也可以人哋講本土嘅嚇。其實土色派，土色派就是丐幫，土色的樣嘅，丐幫，有人講丐幫啦嚇，關於講丐幫。就講土色的一個樣哦，ที่11不得不，不得不，也客家話也有講不得不，但是你通常使用的呢，就是說果不宜講，果不宜講啊，河洛話也有，河洛話就果不宜講，好，我哋講啊不得不，啊，我都講果不宜講啊。第12一會兒一趟呢，一趟呢，啊，一個客家話閩南方面啊，多同特呢，嚇咪一個瓊海用啊，嚇，上次有講過嘅，一會兒一趟呢，我就講一站呢，13天還未亮，啊，個西安客家話講啊，天唔前講。天唔前講，就是天還未亮啊！14沒意思，沒意思，關於講沒意思，客家話講冇意思也可以啦，有冇答對，冇答對嚇。第15一個對是講我哋頭擺種米嘅米球嘅球啊，個對冇答到對，就是講啊一個。種米嘅錘啦，冇上一個種球嘅，嘅對方嚟打啊，嗬，打對老百姓啊，嗬，嘅就講啊，冇答對喎，嗬，冇答對嘅對嘅意思是按嘅。第16照相，佢客家話講啊，翕相，嚇，翕相。翕就是個合適，但係都一模嘅一，按那個翕相啊，按加上火字邊就個翕人嘅翕喎，嚇。第17廚房，廚房就是講做下，有人講廚房也可以嚇，廚房就講做下。18不成，關於講啊，一個唔前多講。唔前講啊，唔前講，不成就是不曾經的意思。這個講唔前講，唔實的意思啊，唔實。19啊，掉頭寸，有乜個意思呢？客家話就個轉教，加多錢嚟咧，轉教啊咧嚇，一個掉頭寸。第20毛毛雨，關於話講毛毛雨，客家話呢，西安就個。羽毛味，因為毛有好多音，後邊那個味啊，一個在字有味嚟，也名另一個別一個連音字啊，在是頭前是名詞，冇得動詞，安尼哈。好，21一個緊張得很，關於翻譯中用哦。北部有啲話逼柒，逼柒啊嚇！好，第22吃中飯，吃中午的飯呢，吃中飯，客家話就講食豬上頭咯，食粥，啱骨頭咯，食鴨啊嚇！好啦，我哋再來看一個14本，第14本關於講安上。安上呢，就是連江行上面的上啊，有幾種字嘛？嗬，出上向上課，個名詞嘅後邊加上上啊，就好多行路行面行，但是客語就講一行兩行嘅行啊，一個意思咁冇辦法表明出來嚇。第2一個脖子，這個脖子啊，一個就講啊，將近啊，一個脖子要將近，一個第12
气乱，那个气暖啦，就讲啊杂火哈，杂火，杂火，那个就讲气乱啊，热温暖哈，那个气暖杂火，颜色就讲色神啊，古书创作性比较多呢，色形啊，身体就是这个眼神，体力活该呢就是按规矩，好，活该这个按规矩，一个漫画这个沙扎法啊，莫做讲用桂花，用那个桂啊哈，用桂花一开啊，就是白日就多了。一個白鷺嘅就會避過來喎，用桂花一個向下嘅向前啊，對個用桂花一開，一個白鷺嘅就來，不過安尼講嚇。惦念就是乜嘅意思呢？哦，俺哋客家話講面相嚇，起芯片加上面啊，個面啊點嘅睇個面安尼嚇。游手好闲，归于就两手了条啊。其实脑袋后，就是脑子背，那个脑个后背啊，脑子背。但是一个讲客家乡亲讲脑子背，係講到撇嚟咱們會談嘅話哈。其實咪公仔就人工嘅，大後錢，佢應講大後錢，大阿含，一個巧言能夠大阿含哈。其實是一個狼坑，有咁樣一種話哈。狼坑就是麼？狼坑，按太陽嘅生活啊，狼坑哦，客家話這個狼坑啊，過度多係寬鬆啊，一個狼坑，客家話狼坑就是狼寬的意思哈。一個淡水，國語是淡水哈，客家話又講啦，湯水，一個漸嘅大下做塞石頭嘅，一個叫做湯水。按大工咯，唔做事，點在厝內了哈，就湯工。其實是羨慕，記法個當然係滿嘅哈，這個想念，想念，這個羨慕。第18家裡。cái南部就是講屋家，北部是講屋下，下邊嘅下就讀家哦。但是文字方面使用呢，有18個目的當嘅素材哦。因為我哋屋下呢，有這個堂下、廊嘅下、桌下、做個牛腩下，全部講嘅是，但是個屋下都帶係指那個素材呢，哦。南部呢是講家，一中部所有嘅家項咧，就按照屋家，土家嗰邊嘅屋家安尼吼。第19好一個斡旋，關於講斡旋，就講啊調停，就是講啊挖轉來嘅挖轉來吼，挖就是講啊上後邊旋呢大人看呢，嚇。一個大挪樣嘅意思啦，就挖轉啦。一個格子，好嘅記法佢重要嚇。格子就一個格子呢，嗰個外頭側空嘅啦，一個角呢就角空嘅啦，角空嘅角嘅一片，一個佢角佢表面嘅意思啦，角佢表面嘅意思格子啊。第20聊天就打嘴鼓，第20而且有答，問題嘅是個而且，而且有答嘅意思。
第22，不然就唔要按呢，啊，唔要按呢，按呢，啊，唔要按呢，唔要按呢，黑毛，二样板咯，哦，那不然就是二样板咯，啊，唔要按呢，二样嘅咯，哦，一個就22，好，我哋嚟看下一個睇嘅解頭嘅第15堂，第11而已，也關於個而已，哦，只有3塊錢而已，按嚟嘢，嗱，普講按嚟嘢，白普講咯，啊，天天按嚟嗬，第2慢慢地，客家話呢，慢慢地，啊，慢慢嚟，冇都講天天呢，啊，一個第一個頭前是家用嘅，所以頭前有一個形容詞、動詞，也就變成為的言、免的嘅別嘅言哈，古書創作性比較動呢，就講啊，為的言、免的嘅別哈，慢慢呢，啊呢哈，好，這就看第3，這個反覆，也談喺關於講談唔清楚。那個語嘅嘅呢，都是走出來呀，哦，變度帶呀，哈，哦，也就講變度帶，啊，反覆就是變度帶意思。第4要哭了，就講愛叫喂，啊，見變災，啊，變拍啊，那個發發嘅，關於就講節，哈，節。門呢很細嘅啊，細細隻嘅門呢，在水方啊，發嘅，我哋都講發嘅，發嘅就節，啊一個這個節，通常講發有乜嘅意思咯？行動上不聽的意思啦，啊，不聽從，行動上啊，行動上下不聽的同啊，就都講發啊，哈啊，按個嘅人哦，發，嘿，邊個咧？我形容意思講啊，不聽使咯，啊，第7，為真，我哋就講米所思路，哦，客家話個米所思路，冇圖講米所思路是日本話，啊，我哋客家話就講米漿，但是內埔嘅方面呢，也講頭漿，啊，對，以為用米做嘅，但是內埔嘅方面的鄉親呢，伊講頭漿，啊，米所思路，啊，第8，顛倒就是那個多多漿，顛倒就多多漿嘅意思，哈，漿就傾瀉的漿，哈，多多漿，啊，那個第9，反而就顛倒用嘅，哈。第18就是恩師是承認是任教各位老師就按照恩師，其他嘅是教書的人啊，老師呢就是唔是教各位啦，一般的尊稱安尼哈。第12風水，放水，國語的放水跟客家話嘅放水是不一樣哦，哈，冇相同哦，啊，關於放水就是我哋客家話嘅寒水，水병出去，寒出去，放水，但是唔去那咯，我去병水啊，병入來，啊，就是指灌溉，灌溉嘅意思，灌溉就是병水淹入的啦，淹入來嘅哈。一個14合成，就製造馬人的意思哈。一個太上嘅學馬，字嗰個鉛啊哈，字鉛。一個合正，哦，一個是閩南地區呢，同內部嘅地區所講合正是意思冇相同啊哈。一個合正，嗱閩南方面呢。所以寡婦地都離也好來講快些哈，一般講話嘅時間呢，
佢講啊，比喻不談無談嘅話吧，免去拗開，嚇，那唔係講嘢個，核准就是核准人愛掉安尼話啊，所以一個沒注意嘅時節，就去拗開壞嘅方面啦，嚇，哦，好，一個18，一個胡說八道，都濫贊見講，哦，屈咁啊個屈講，冇就講哦。濫贊見哦，16一個戲肉，嗰個奄奄，奄奄一息的奄呢，就奄奄啊啦哈。第17很慢，跟住改數哦，一個就是加上錯啊，這個單詞這個數改數哦，很快呢改夾當夾啊啦哈，南部用改，北部用當啊啦。抽煙呢？抽煙個用啊抽煙，客家話講駁煙，一個農時，農時是指石頭，在兩農嘅農時。按午時呢，就騎石頭嘅，所以有的人講啊，一個農時、午時呢，大部分都係廣東地區嘅客家人所演變出嚟嘅，所以有一句話講啊，好老石頭難夾，好老石頭難夾，都唔曉得冇呢本領，要咁多嚟做比喻啊呢嚇。以上這邊所講嘅部分，都係這個時間的關係，希望大家感謝你，再見。希望按自西要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